來繼續來看台中一個28歲男子，半暝啊，佇個夜店啉酒，天光就直接駛車就路。伊是駛一台9000萬的大型的轎車，邁巴赫，啊車是共租的。駛到台74線的時陣，對撞到頭前的轎車，車頭是撞甲密密麻麻，安全氣囊嘛裂開，車頂2個人受傷。警方到場做酒測，酒測達超過1毫克，予移送法辦。啊，阻來的車共弄害。恐驚嘛愛賠真濟錢。有駛200外去弄掉。路面車殼零件落感覺死機，經過車趕緊閃，2台燒濃的車卡佇路肩，這台進口車一直出白煙。有要緊無？看到駕駛到報警，車禍發生伫今日透早5點外，在70線23公里的所在，這台進口車車頂2個人有家己出來，這個女乘客有可能去弄到無材料起身。警方調查，這台白色轎車本來是駛佇外車道，準備要切到中線的時，對面後車尾甲中線後壁直行，這台進口車正咧燒弄。這28歲駛進口車駕駛啉酒閣駛車，酒測達超過1毫克，因講是當時已經醉到攏唔知人。更可憾的是，這個姓林的查某人發生車禍前，佫佇 IG 限時動態拋出半暝佇夜店啉酒的畫面，酒一個啉煞，直接駛車上路，這聲現紅抓到。車禍造成2人重傷，加在送去病院了，攏無生命危險。2台車弄一個攏真正力，這台進口車車頭歹了，安全氣囊嘛攏崩潰，價值1000萬的車，強要變歹提案。民男呼氣酒測值超過基準值，尋後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。根據了解，這台進口車其實是租來的，這個姓林的查甫人佇社群拋出這個相片，想要到啉酒駛車上路，幾千萬的車弄甲變歹提啊！這聲毋若車毀人送辦，還佫共賠。